伊煮的母娘，走强的去饭店表演。尾暗暝时，落一阵大雨，山泥甲白茫茫一片，分袂出远近。旅馆头前的溪仔水变落果黄，水流声嘛变大声。我哪伫想，遮大的雨，母娘因应该袂出来表演招人客啊。毋过我又搁坐袂牢，就搁2、3摆走去浸温泉。房间真暗散，和隔壁房相隔的隔房顶开一个四角空，吊一拍电火伫遐，互2个房间公家照。咚咚咚，伫大雨声中，远远传来若像有鼓声。我赶紧脱开窗仔，探身出去。鼓声敢若愈来愈近啊！风雨拍伫我的头，我目睭揢揢，起头用耳孔听，想要知影鼓声伫倒，是安怎传过来的。无偌久，搁有听到虾米线的声，嘛有查某的叫声，甲吵杂的滚笑声。我知影，是走强的疯叫去小客栈对面饭店的宴会场表演。会当分辨出2、3个查某声甲3、4个查甫声。我期待遐结束了，因会对遮来。毋过迄酒场闹热滚滚，看款的一直煞落去。查某的尖叫声时时若转过暗夜。我神经紧张，一直互窗仔开开，坐咧动都无动。若听到鼓声，我的心就爽快。啊，母娘还伫宴会呢，伊坐咧底讲鼓。鼓声若停，我就掠狂，坠落伫雨声内底。过一下，毋知因是伫烧肉耍笑，还是伫洗裤仔跳舞。经过一阵乱杂的脚步声，过来，又搁点点无声。我目睭瞪大，看向黑暗，想要看出这安静是啥意思。我真苦恼，烦恼母娘的暗是毋是会互欺负。我关窗仔，钻入棉被，毋过心肝足艰苦。我搁去浸温泉，大大粒杯水。雨停啊，月娘出来，雨水洗过的树叶清气搁明亮。我想，就讲我赤脚行出职场，去遐嘛无法度创啥。这时已经2点外啊。